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2年6月20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59篇，列王记下卷第9章第1节到13节，哥林多前书第1章第18节到31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上帝的大气力。上帝的大气力甲智慧，事实上，咱无需要去怀疑，无需要去思考的一项事。但是呢，保罗伫写互哥林多教会的批信内底，有讨论到这个议题。哥林多前书第1章大标题就安尼写，伊讲基督是上帝的大气力甲智慧。这爱对耶稣基督降生的过程来思考。耶稣基督就是上帝透过圣神降临，并且被称作以马内利，就是代表上帝同在的应允。对伫伊的死亡、搁活以及就天的过程，一个人无法度了解这种的过程。所以因也无法度来相信，因为因未明白上帝的智慧，搁较无法度接受上帝大气力的迄个作为。保罗伫圣经安尼讲，基督是上帝的大气力甲智慧。这也是为什么这个议题咱必须爱来回顾耶稣基督的降生、搁活甲上天的过程。保罗伫写互哥林多教会哥林多前书安尼讲：那基督无搁活，安尼咱所传的是空空，恁信的嘛是空空。安尼阮就是伫为着上帝做假见证。因为阮见证上帝已经互基督搁活，死人若无搁活，上帝就无互基督搁活。若死人无搁活，基督就无搁活。基督若无搁活，伊的信就无路用，恁就又夭伫这个罪恶的中间。若是基督无有经历搁活的大气力，就无有基督的信仰。上帝无有上帝大气力的作为，就无有救恩伫咱的中间。保罗针对哥林多地区侪的异端讲法的时阵，伊真无客气，就伫这个批信内底为着教义来辩论。保罗讲，基督死伫十字架顶悬的信息，伫遐的惊灭亡的人来看是愚妄的；对咱这会得救的人来讲，却是上帝的大权能。因为圣经讲，我要摧毁聪明人的智慧，我要废除博学者的学问。那安尼，聪明人伫倒落？博学者伫倒位？世间顶悬真后边的人伫倒位？上帝已经互这个世界的智慧成做愚妄。上帝运用伊的智慧，互世间人袂为借着家己的智慧去认捌伊。相反的，上帝决定借着咱所传的迄个愚妄的信息来拯救信伊的人。犹太人要求神约，希腊人要求找这个智慧，阮却宣扬被钉伫十字架的基督。这个信息伫犹太人看起来是侮辱，
伫外邦人看起来是无影食诶，可是伫得着上帝选召诶人诶眼中，无论是犹太人，无论是希腊人，这个信息是基督。伊是上帝诶大气力，是上帝诶智慧。保罗伫经文诶中间非常明白，咧讲到伊是针对犹太人甲希腊人咧辩论。这个人有一寡人是追求新野诶，亲像犹太人一样。有一寡人是追求所谓的智慧，亲像希腊人一样。因总是掠做有智慧来自居啦吼，认为讲家己真有智慧。真讽刺的是，伫咧追求新野的犹太人，毋相信上帝大气力、圣神的降生。搁活甲上天的新约，迄个追求智慧的希腊人，却袂通明白上帝的智慧，但是因掠做家己足有智慧，无愿意接受上帝会通借着道成肉身，甲世间人同在。保罗讲，因为所谓的上帝的愚妄，总是赢过人的智慧。佮讲所谓的上帝的软弱，嘛赢过人的坚强。昨伫主日的信息的中间，咱有提到着以色列上有代表性的先知以利亚，伊伫伊最软弱的时阵来祈求上帝。虽然伊讲已经走投无路啊，死就煞，但是昨昏牧师提醒，以利亚先知是将家己交托给上帝，互上帝来掌管。因为伊真清楚明白上帝的软弱嘛，赢过伊家己的坚强，何况伊是伫软弱的中间。对伫以利亚的事件来看，嘛拄符合着保罗的观点。保罗伫圣经安尼讲：兄弟姊妹啊，爱记得上帝呼召恁的时阵，恁伫处在做一种的境况。对人的观点来看，恁真少是聪明的，真少是有气力的，真少是地位真高贵的。上帝偏偏拣选世间人所认为的愚妄，来互聪明人见识。上帝拣选世间人所认为的软弱的，来互坚强的人见识。上帝也拣选世间人所轻视厌恶，认为无重要，来推翻一向被认为重要的。互人伫上帝的面头前无通好看口。其实咱所看，上帝的作为真是奇妙。伫人最软弱的所在，彰显着上帝的大气力。上帝伫迄在人看做愚妄的所在，来彰显伊家己的智慧。咱伫以利亚的身上就看见上帝奇妙的作为。因为安尼，咱若要来承认家己是软弱的，是无助的，就互咱愿意去追求上帝的祝福甲保守。因为伊的气力、伊的智慧，悬过咱所有的。诚做世人
基督徒咱无啥物通好看口的，咱只有连结伫基督，看口上帝大贵咱的作为。保罗讲，安尼上帝互恁得到甲基督耶稣联合，搁互伊成做咱的智慧，借着伊，咱通得到甲上帝有合宜的关系，成做上帝圣洁的人民，并且得到上帝所赏赐的自由。就好亲像圣经所讲的，什么人要看口，就应该看耀主的作为。今仔日的另外一个经文诗篇59篇因为篇幅真长牧师无伫遮来全部来读，我只有读第1节到第4节。我的上帝啊，求你救我脱离我的对敌，甲我安置伫悬的所在，互我脱离起来攻击我的人。求你救我脱离做歹的人，救我脱离爱害人性命的人，因埋伏要害我的性命，凶恶的人自集来攻击我。毋辜上主啊，这毋是因为我的过失，而是罪过。我虽然无过失，因创来要害我，紧起来看我的困境来帮赞我。5节到17节，请咱家己来看。按做来祈祷，恳求上帝帮助阮来明白你的大气力，甲你的智慧，来倚靠你，互阮会软弱，成做因为主你来成做刚强。祈祷奉靠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